讲到咱人身躯顶的油脂只有2粒，偏偏现代人食的物件是有够咸，才会让咱的2粒油脂变甲遐尔的甜。也讲到今年3月第2个拜四是世界油脂日，根据着健保署的资料统计，台湾有12%的民众有慢性的油脂病，食油脂的人口要到9万人，排世界头名。医生就表示讲，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等，拢是治着油脂病高风险族群，一定要定期检查，才会当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民众一个一个排队，等要检查血糖、血压等等。今年3月的第2个礼拜四是世界油脂日，卫福部中华病院提早举办卫教活动，提醒民众爱定期检查身体。咱健保都有足好的这个健康检查吼，咱足简单的健康检查，基本上咱初步油脂的功能就会当看得出来啊。106年的时阵发现指数49%尔，咱若发现身体无好、油脂无好，就是要配合医生。咱油脂食咸嘛唔好，止痛药嘛唔好，所以讲吼，绝对袂用食偏远的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统计，台湾大约有12%的人有油脂病，食油脂的人口将近9万人，排世界头名。嘛因为油脂病无明显的症头，不少人发现的时阵拢已经上班了。医师提醒讲，高风险族群要特别注意。有一寡是有家族史，阮爸爸妈妈、阮阿公阿嬷，另外当然我们讲说成人有一些三高的族群，高血压、高血糖跟高血脂，当然对油脂来讲有一寡痛风，有一寡结石，这嘛有可能会伤到油脂吼。医师表示，现代人因为食习惯的关系，亲像较重口味、接加工食品等等，互国内油脂病患者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。呼吁民众爱定期做健康检查，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治疗的效果嘛会较好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